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伫顶个月呢，也就是去年12月的时阵哦，德克县市呢举办文物特展，展出真侪呢非常珍贵的文物。那其中呢有一尊哦，叫做这个中部应灵宫的神像。结果呢，这个神像哦，也就是讲印证西来庵事件呢，信徒将这个神尊哦送到这个竹溪禅寺呢，来骗人的这个历史事件。啊，当然哦，迄个时阵呢，哦，这个西来庵的董事长哦，也有率领人侪拢去祝贺。啊，当时呢，伊嘛有伫个现场哦，表达讲希望将这个神尊呢引回西来庵哦，这种的意愿呐吼。那么到底呢，哇，这个西来庵的神尊是不是能够回归到西来庵？然后呢，到底是不是能够佛归佛，然后道归道呢？今仔日咱邀请到几位贵宾到节目当中，甲大家来进行探讨。和咱今晚呢，首先的来欢迎的是西来庵的董事长曾正义曾董，欢迎你。大家好，我是西来庵董事长詹正义，今日来参加咱这个市民的心声，要来讲出着阮西来庵这抗日时站来这个为这个这个是来收藏这八尊神像呢今仔日阮来这个市民心声要来说明着讲这个经过安尼。好，咱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咱西来庵的副董事长林子云林副董，欢迎您。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西来庵的副董事长林子云。首先呢，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大赚钱。好，谢谢，欢迎你。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位是非常有名的文史工作者郑道聪老师，欢迎你。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欢迎三位贵宾吼。咱伫个节目的一开始，咱就先透过这个新闻报道，互大家了解讲哦，这个迄一天吼，竹溪禅寺呢，因咧举办这个文物特展的时阵哦，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请看 VCR。全台湾上古老的佛寺台南德克仙寺，创建将近360栋，拥有大量的佛教文物收藏。在一个因缘之下，寺方接受了傅朝清教授建议，决定举办竹溪梵唱六甲子德克仙寺文物特展，希望透过展览，让大众会当看到这个珍贵宝物，让古寺会当永续传承。不过，在这次展出文物当中，煞有一尊源自西来庵的百年神尊做展出。为何西来庵的神尊会出现在德克寺？西来庵董事长詹正义嘛，伫咧对视时阵讲出这段历史因缘。当时因为抗日的时阵，这个西来庵有一个这个市里的妇人的信徒半夜假日这个日本政府特别拆掉，请遐神明去到地面来化掉神明，半夜这个市里的妇人呢3个半夜请百姓，才我西来庵的神明过来德克寺。事实讲，阮西来庵呢，甲咱德克仙寺对这个历史时代时阵有一个因缘。另外，西来庵董事长詹正义嘛表示，大约伫4个月前，有信徒梦见五湖大帝神尊想要转来西来庵，所以这次前来除了是要祝贺文物展开幕，另外一项重点就是希望会当迎回西来庵的神尊，希望德克寺大慈大悲归还神尊。咱德克仙寺，咱注定大法师呢，甲咱诸位咱这法师呢，会当讲大慈大悲，有一个慈悲心，将阮这神尊来互阮看要怎请转去，阮会非常隆重，阮庙方会足隆重来请阮这神尊转去安尼，所以我也希望讲来含这个咱这个寺方这边才慢慢打合，因为这可能也无一时啦，个这个咱诸天大法师，伊会当大慈大悲，互伊佛归佛，道归道安尼。对着西来庵的请求，德克寺并无正面回应。詹正义表示，未来将持续甲寺方沟通，让事件会当圆满落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咱知影讲吼，即马即个竹溪禅师即个文物特展吼，啊，搁伫咧展览的当中啦吼。啊，迄个时阵那个住持有讲过说，到这个展览结束，其实就是2月9号之后再来回应这件事情啦吼。啊，所以呢，真侪民众嘛拢会想讲吼，到底这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吼？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其实蛮有历史跟文化的意义存在以外，大家也是觉得说，大家很想看说，到底有没有办法回去西来安呢？所以咱一开始吼，咱先来请教曾董。曾董为什么当初时，咱互民众了解一下，咱这个新尊啥还走去到这个德克士咧？因为这个是讲，在这个日据时代发生着这个西南事件、招巴的事件时阵呢，日本政府呢将阮西来庵的这个庙来毁掉，来个要将这新尊要来请去个这个乐队庙遐要来烧掉的时阵呢，这个进前一暝。透明呢，有就为这个市里的这妇人，也是阮西南的这个查某信徒，3更半暝呢，伊用这个粪担用电缆担这个请八尊新尊呢，半暝请过去这个让德家先生去伫遐避难安尼。所以就是讲，咱有一个信徒，因为惊讲咱这个神像热气风用无去，用被毁坏，所以都甲送去到竹溪市去避难的地去避难呐。对，所以后壁就拢一直留伫咧迄搭嘛吼。到这个民国35年过后了呢，因为这个阮西南当时这个抗日志士呢，这个陈清杰呢，陈清杰。伊甲阮家父以及着一寡遮当时遐前辈呢，是讲这个西南要搁再来重建呢，重新来建庙，所以伫这个咱台南市中西区正兴街50号来找地地，来这个重建这个西南。因为当时这个无新尊，所以陆陆续续就是有一尊，即马在阮这个西南现在所有。这个新尊的这个正殿呢，有一尊这个开基的冷心的宣灵公，老师公呢，迄尊甲这个有一尊这个娘息官，因为迄站这新尊呢，阮家父这个故事，敢若阮兄弟知影尔，因为当时呢要去这个庙，阮老爸知影讲，阮西南有八尊新尊去伫即个德家市伫遐避难安尼，所以阮老爸呢，甲透过阮阿伯，阮阿伯含当时的主持思考真好，因为以早的人也较老实，想讲唔敢讲要来甲讨，想讲甲讲真客气讲去找主持讲，阮西南要重新要来起庙呢，即当时即有这个八尊，尤其这5尊呢，这5尊，这个五部，是毋是讲会当借来，互阮这个请来阮庙，这个要起庙遐，互雕拜，当然阮这个庙起好落成了，做成了，好请转来行人安尼。所以在民国35年，有将这5尊新尊请来。阮这个西南庵，这有这个相片为证安尼。是，所以迄个时阵有请来过了后，搁转去到德克先生，是毋是？就是讲，阮家父伊古意人，以早人较老实，想讲，甲讲要用招的，看讲主持的是讲，无迄恁的物件，个互我请转去安尼，主持伊也无讲，阮家父想，先有这个肉圆的东西，想讲有甲招，讲用招的，所以佮甲行转去安尼看因咧，会讲无个你个恁的物件个行人安尼，结果主持也拢无表示呢，所以民国43年，阮西南这个起庙入庙做成了呢，甲阮家父，甲再个请转去因这个
这个是幸运这个主持啊咧。哦，原来是有曾经有回来过啊，但是就是讲咱曾董的父亲吼，较故意啊，老是讲共用借的，所以讲出这句话用借了，伊就讲歹势嘛，是搁甲送回去啦。啊，所以这届就是因为那个竹溪禅寺跟台南市文化资产协会合办这一个特展的时候，啊，结果恁看咧讲哇，它其中有展出一尊就是这个中部对不对应灵宫。啊，所以你看到了董刚曾董，你就带队到他们庙里面去了，也就是希望表达说你希望把他们迎回来的意愿，对不？因为这个12月初6，伊这个德家善师呢，伊这个主持有透过这个因这个文水协会，这个陈理事长因这个报纸呢，几啊大报有报讲要将这个有一件西来庵的一尊这个应灵宫中部要来做文物落去做特展呢，再来就是讲，我看到这报纸，伊所有的这个说明和事实无同，因为伊报纸报讲，当时这新尊，这新尊有这个请转来阮西来庵，因为就是讲这个神明托梦伊遐带袂下。所以第一，这个和这个事实无同，所以过来个第二就是讲，伊这个主持有老讲10几年前呢，有一位信徒，有老要去要讨遐神明的代志，因为迄天这个12月2日，因特展的时阵，因主持有老说明讲，迄个是一个安平有一个某里长，就讲要搁用新尊甲换是安怎？所以我迄天特展的时阵，因主持有老请我落去说明这个问题，所以我有老特别搁再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讲伊这个里长，伊是有阮西南当时的委员，伊的个人的行为也袂当代表着阮西南，所以迄天呢，我也甲阮这个副董事长，甲阮这个文化馆的馆长，阮足济，阮这个西南的信徒有来去参加因这个特展啊呢，所以我迄天呢，我有来说明，有说明就是讲，但是因为迄天卡着讲人是人的这个特展的这个戏，我也唔敢讲表示讲作人啊明，但是我这个话中呢，大家拢听有，知影讲阮的意思，就是讲这物件，就是阮西来庵的，既然阮西来庵这个。即摆现在香火也真旺盛，是毋是讲伊即个大法师会当，伊即个出家人的慈悲心，搁再来佛归佛，道归道安尼。对，好，那个林子云副董，就你的看法，你嘛是讲，看曾董希望希望讲，既然是我们西来庵的神明，我们也是希望迎回来供奉，对不对？因为就是变成说，我们知道说竹溪禅寺是佛教，然后我们西来庵是道教。那会变成说，佛教的话，他们不会把你们的神明拿出来供奉嘛？他们就是变成说，可能平常是收在仓库里，把它摆好，然后文物特展才能够出来。那现在这样子，你们是不是真的很强烈的希望说，因会当登来到咱的西来庵？荣幸会当陪阮董事长代表西来庵的董事会甲这个信徒做伙来关心这件代志阮顶个月因为去德溪寺的这个文物展看到了足侪信徒一直咧关心这件事啦。是。我想讲，这个西来庵甲德溪寺这是应该是人讲老天爷早就安排这段好的这个姻缘啦。是哦。因为按西来庵伫这个抗日的时阵，这个志士啦来牺牲。这嘛是所有宫庙甲西来庵无共的所在啦。因为伊发生伫咱这代，足侪宫庙拢是较早足久以前的历史啦。伫咱即摆看会到的时阵，收藏这个八尊阮的神明，这等于讲是佛甲按这个道足好的这个姻缘。但是来到遮，我想讲，嘛足希望讲会当透过什么方式。互德溪寺原来当接受，互阮西来庵的大家这董事信徒会当讲，甲阮的神明搁请转来。当然，
这要看安怎伫阮西来安也好啊，德克西要安怎去列入这个记载，列入历史，把这个好的因缘留下来，当做我们以后的一个美谈，对。人讲的讲福归福，道归道但是还有这一段因缘，所以这是阮今仔日来足希望的这个恳求跟呼吁啦。对谢谢。对，所以副董讲的也对啦吼，其实是好姻缘，因为迄阵吼就可以说是西来安的神明要去避难呢。那当他有一个可以在那边安定的地方，对不对？其实你们也是都很感谢啦吼。好，那接下来我要请教郑道聪老师吼，其实咱知影讲吼，咱府城就是有足侪这个宫庙嘛，但是有时阵宫庙拢会问到讲，我需要再来改建啊，迄个时阵你神明阁袂当放伫迄庙内面嘛吼，也是要有人去供奉它，所以嘛是有人拢会去行嘛是个赢登来，所以其实你可不可以透过你所看到的一些其他宫庙他们的例子来讲说，到底这个竹溪禅寺，你认为说他们这8尊神尊是不是应该要回归到西来安啊？是，日本时代台南市吼，因为拆路，也是日本人要起官署吼，前地做侪庙拢被拆掉，是，做侪庙拆掉，伊就含你要别间庙，是毋是就请不去别间庙？上届有名，比如讲，地文化与保护宫，伊就刷去含西安啦，迄个调音宫做伙，人嘛是合并了嘛是咧拜，佮包括迄个高西巷土地公庙，阮西安对面就是古早高西巷。国对啊，伊嘛是拆路，伊嘛请你去顶下卡迄个福神公庙，人嘛是天天咧拜，佮做有名的开龙宫做青龙马庙吼，开龙宫伊嘛是甲棒桥头即个福德树做伙拜，而且有一个独特别的例就是吼，即个林河境土地公庙，因为伊伫福清路被拆路，结果伊神明请去伫东岳殿，结果伊要登起，神明是请倒去登起庙。所以这种代志台南市足多啦，因为阮来讲，阮外公是大菜市做生意，所以民国38年吼，大菜市遐去即个有西来安的时阵吼，阮就是含因老伙仔拢做伙的啦。阵我细汉吼，我就听阮外公讲，阮西来安神明是伫德克西。我甲你讲，阮外公有甲我讲，德克西因是有咧拜哦，放伫倒咧，有咧拜哦，放伫公德堂的偏小大边。毋是讲放伫咧仓库了。无，开始无，因为公德堂就是一般信徒要去拜祖先，所以顺便神明就也样拜，结果毋知当时吼，我请入去成果做文物啦，所以成果做会物啦，这边电脑变文物啦，对啊，这神明吼，咱有咧拜无人间的香火吼。其实对咱过去拜的人来讲，并无好啦。对。民间阮若是来看伊这件代志，你想讲这个神明是阮祖先安尼3代咧拜的神明。对啊。所以即摆来讲起来吼，这较无彩，所以希望这会当大家来好有做这件代志。对啊，所以就是说，其实你也讲吼，这神明赢登来西来安，你拢会哇，做侪信徒，因为你看你信那个香火这么旺盛，做侪人咧改拜，结果今嘛底下变这就是说，拿出来展览的文物，大家会觉得很心疼吼，唔甘。拄则曾董你嘛有讲的啊，就其实就是媒体都有在报道说，他们讲说，哇，那个这8尊神明啊，他们有托梦给谁，然后说无想要登去西来安，要住伫咧竹溪禅寺嘛，但是呢，恁这边是赶快有信徒问着讲，他们想要回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阮地官长有讲，因为这新尊呢，事实上因以早有咧拜无对，是住伫这个德基寺后壁面后殿。阮以早因为阮一个奶妈，阮奶妈老弟了85外岁啊，阮老爸什么老弟了100几岁啊，民国45年的时阵呢，当时我10几岁的时阵，阮迄阵若便要探望厝，因为阮内妈进塔，有若进伫咱德基寺的即个莲花塔，所以阵因为即件代志，阮兄弟仔上该知影，就是讲，阮若便即个要探望厝的时阵呢，阮老爸就先，要先去拜阮内妈迄个买莲花塔，阮老爸伊就先。带阮去，这个是后殿遐，去遐先拜阮迄5尊，这个五大帝。伊这5大帝呢，伊后壁面阁有一尊这个观音菩萨，所以这阮印象我非常深。阮每年呢拢有去咧拜，
啊，一个到这个旧年呢，到这个旧年差不多7、8月啊时阵，哦，7、8月时阵，佮有信徒拍电话给我，甲我讲，啊，又望你讲，阮西南的新名哦，去用关入仓库内底安尼，所以迄阵呢，这个旧年7、8月啊时阵，信徒有拍电话给我反映的时阵，因为我拢唔知影嘛，哦，所以迄阵我有拍咱北区一个议员，哦，这个陈医生陈议员，哦，这个情形我有老甲陈议员讲，啊，你唔知含这个是，哦，因为我所知影是讲咱这个县市呢，比较对我较无咧迄，哦，所以我是想讲看是毋是我民意代表含伊这个县市有熟悉，伊讲因嘛无熟，哦，所以我若从这个情形有老甲这个。哦，陈医生议员讲，啊，佮有信徒，哦，讲阮的这新村，哦，现在的仓库安尼，哦，伫遐受苦受难，哦，啊，伊讲，哦，无伊较要看，要用管道看有啥物人含这个，哦，咱这个大法师有熟悉，啊，结果有若拢，哦，无消息安尼，所以经过12月7日，我看到这个平面媒体这报纸报着讲。伊要文物特典，哦，啊，阮对这个网络揪出来，哦，其他遐新村拢伫仓库内底，啊，甲这个中部，哦，伊中部较这个12月21号，较用中部做文物要落去电视安尼，所以这个是讲，因为伊若讲当时伊有咧继续办呢，哦，迄阵啊，所以10几年前，我这个委员，这个单省委员有讲要退时阵，我就有甲伊讲。啊，无需要，吼，伫遐啊，常常要拜，吼，啊，所以迄阵啊，所以我甲吼，甲有叫伊讲，嘛，咱啊无需要，吼，啊，既然你个已经入仓库，啊，将阮即个中部落去做文物，吼，啊，应该人出家人的自卑心，吼，是毋是讲，吼，阮这西南这香火旺盛，尤其阮西南呢，吼，伫即个大陆即个福州遐，吼，对阮西南所有这神明啊，非常啊，这个崇拜着阮西南的神明。阮西南这五部呢，伫这个大陆福州呢啊，非常会出名呢。包括阮西南的这个北家将啊，拢有去下门去伫遐咧表演安尼。所以我若最下就是讲啊，这新村既然恁的确是无咧拜啊。入仓库，啊，佮做文物展览，这是讲对这个新名也无好，哦，所以啊，我也是想一句话，就是讲佛归佛，道归道，啊，来将阮这新村，哦，看有啥头阮副董事长，阮有讲过，哦，需要阮西南安怎做，阮有尽方面配合，哦，啊，大家来促成这个佛甲道大美满的这个这个好的这个下安尼。对哦，所以原本西南这方面并唔知影讲吼，伊是去用放伫咧仓库，想讲佫有咧摆啦，啊，结果后壁透过媒体报道，他知影讲哦，原来是放在仓库，然后拿出来有做文物特展，结果安尼讲起来的，大家会觉得说，那对竹溪禅寺来讲，它是不是变成是珍贵的文物？但是对你们来讲哦，副董是不是变成说，他是你们很崇敬的一个神明呢？敢是？为拢3代咧拜的即个神明吼，啊当然啊知影了后，啊佫有信徒做梦咧甲阮董事长讲，啊所以佫更加印证即个代志。较知影讲安尼啦吼，是。哇，对啊，所以你嘛是希望讲，真的是想什么办法，然后看能够把他们赢回来。可以做，我们就是尽量会尽量做来做哈，啊希望说这是一段好的姻缘，然后我们把它留下这个历史来当这个记录，留下以后。大家拢当作是一个美谈呐。对啊，也是一段佳话啦。如果能够促成的话，好，那曾董今嘛要甲你签稿了，讲之前我行曾董先去勘察一些我们节目要录制的现场嘛然后有看到说，目前就是说咱谁来安目前还有的那个留下来的这些扔心呢就神尊。然后你刚刚有讲过嘛，还有另外一尊是什么？天伯牙，然后还有石柱，对，那所以目前你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讲目前另外古早留落来物件还有什么？迄尊软心的历史是非常的久，清朝道光到今嘛，是
从德公到今啊，甲迄个天伯爷，尤其即阵软身的呢，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当时即个日本政府要在即个岳帝庙要将遐神尊来烧掉的时阵，有一寡信徒跪咧，甲日本的即个官方哀求讲，即尊莫烧，即尊呢是足久的即个神尊，会使讲即在即个清朝道光时阵就有啊，一直跪咧哀求，伊即个甲透过因即个警政厅尾手答应讲，无安尼，将即尊神尊来用带桥人，用即个四支即个条仔咧，用绳绑咧，看即顶桥看会害未？别较安心，哪会害啦？袂害，因为就是讲正常的啦，正常袂害，正常是袂害啦。伊绳绑条才会害，拄这是讲这种的即个神机啦。对。拄有2只狗啊咧相加，加蹦，怎走对迄个神桥啊去，甲去弄伫迄个神桥，弄伫迄个神桥时阵，即个神明都借着即个动机，就一直害起来，因即个警方咧，较去报因即个因即个警厅即个高层咧来看，甲怎将即尊神尊，即尊无来烧掉，即尊神尊咧无烧掉，就是讲当时伫咱即个东区一间弥陀寺，我所知的当时弥陀寺隔壁有一个花园啊，咧卖花的花园啊，伊的即个信徒因收藏的，到民国35年光复时阵，因甲请过来兴返西南，再来，即天伯爷，就是讲所谓，就是即个粮食官，了，有老看阮西南庙内有一对即个石条，即对石条就是讲，因为阮西南在青年路4站，丁仔卡4站，伊个就是清朝道光时阵起的，年久呢，即个庙较旧，到即个民国1年呢，所以有即个所有制，因即搭车，遮当遮控制技术遮，因遮较怎就足侪人，较落去将即个西南落去过精修，有3大楼，庙非常的，即个做金碧辉煌，即对石条就是就是毁庙时阵，阮小弟呢，较去，伊去伫即个新兴宫遐，伊新兴宫呢，放伫咧后壁的巷仔内，阮小弟甲用3轮车去甲车内，放伫阮庙内，尾手较伫阮即个即摆现在大兴街啊，做阮即个，阮即个文安尼，了呢，佮有老过去即个阮文化馆，有老看当时呢，阮即个清朝时代有留落来的即个家舍，即个家舍就是讲，即摆比如讲阮的北家将头前咧打刑具，有一个小型的，刑具迄，迄就是讲，伊即个家舍就是讲，因当时咱古早个拢，咱即个庙宇呢，就是拢咧放线，庙宇放线，当时就是有啦，放伫阮西南伫遐咧电视咧互看咧遮来参拜，咱讲你若犯罪，做囚犯的时阵，来挂即个价，所以毋通犯罪安尼。这是种迄个警示的即个再来有老参观，阮庙内古早即个庙门有4片庙门呢，因为迄4片庙门呢，因为年久所以拢风化，拢遐庙遐所有的即个遐画的菜遐拢无去。阮几当前呢，有老搁再请画师，再来搁重新搁来画安尼，搁再内底有老即个当时呢，因为阮西南
以早会遮尔啊兴，就是有一个机堂，这机堂，甲当时佫有一个好，有一个即个义兴社，义兴社伊以早呢拢用即个有即个药签，所以即个药签的即个正即个原始的即个即个查即个药签的原版呢，有若放伫阮即个文化馆内底，迄讲咱咱即个咱电视台咱遮有若翕起来安尼，即个声带因内底有若有甲阮有若有影印，遐听讲声带遐内底有若有安尼，了呢，佫有过去，咱即个民生路即个新兴宫，来看着讲，当时即个民国1年，西南重建做5条清桥的时阵，迄个当时的即个八卦亭，各位，我有若去参，去参观即个新兴宫，伊顶悬迄个八卦亭，较早是八卦藻井，八卦藻井，八卦藻井。阮咧简单，阮咧讲，总共是八卦亭安尼，真正是讲当时金碧辉煌。了呢，伊咱头前，伊新兴宫，伊的庙门头前呢，有一对即个石鼓，伊迄个石鼓的雕刻也非常的美丽，也足金，伊的足真安尼，迄个石鼓有若西南美，了呢，有若去因新兴宫。庙后参观伊迄个神龛，迄个神龛也非常的水，神龛会使讲那种庙中有庙，所以非常的水安尼，所以会当印证来讲，当时的即个西南当时的即个是讲金碧辉煌安尼，真拍算，为着民主呢抗日叫日本政府。来毁庙、烧神明安尼，较有来今仔日有即个德家善事，这新尊的即个问题出来安尼。对，所以其实那天我们跟曾董去外拍的时候，看到的讲伫这个神心宫有一寡以前西来庵的建材，包括外面的石鼓，然后里面正殿的八卦藻井跟后面的神龛，那时候我们看就说哇，真的是做的非常的漂亮啊，然后这个真的很华丽，可以看得出东西这个西来庵真的是当初的信仰中心。然后刚才呢，我们曾董又有提到说，在这个现在后来成立的这个文物馆里面嘛，有一个庙签、药签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要请教郑道聪老师，因为药签呢，它牵涉到很多的文化历史然后也可以看出说，为什么西来庵会那么的兴盛？来，郑老师，这个咱的药签就是讲过去咱伫日本时代，咱西来庵会兴啦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讲，咱有咧印圣书，互人来读册。日本时代，日本人教咱读日本册，叫汉二要安怎？无可能去读四书五经嘛。所以只好呢，写圣书才读册就写圣书，然后才会经清朝的举人啊、秀才来教人读汉二。所以咱西来庵有请的这个王拿秋，王南史一个举人，来教大家读汉学。而且印册这是迄阵台南市上大印店。叫做上文轩，上文轩的这个头家罗毅，就是阮西来庵的罗主。所以呢，这伫咱西来庵的判官内底看到罗毅和陈清杰，一个罗主，一个副罗主，拢被起诉，甚至连迄个王拿这嘛起诉，但是后来伊无做，伊感觉是咧教人读册。所以这印册我相信含这个的确是有一个因缘是安那呢。是因为迄阵差不多全台湾。上较有名的印店就是宋文轩啦，宋银轩，所以西来庵迄个的确是个经书，写即个圣书，拢是宋银轩印的，所以迄阵西来庵他们的确是应该有某一个程度的因缘，所以迄阵迄个负责人伊要打这神明，要骗人的时阵，伊想着的确是就写过啊，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因缘呐，
啊，迄阵吼，阮除了即个教人写书啊，佮印药签，互人去问神要摕到药签，会当解决即个艰苦身体疾病的艰苦。对。但这其实吼，药签即个药啊，大部分吼拢是心灵治疗的作用比较大。哦，它很多其实是强身健身的。所以你看吼，一般药签拢出现伫即个保生内底吼，药神保生药神有关的庙，你看西南嘛有药签，所以你看迄阵吼，咱迄个五灵宫吼，咱的五大帝吼，伊会当信徒会当遮尔呐广大，遮尔呐遍布四方，介主要是因为伊做足侪善事，所以呢后来讲变做即个抗日的基地，也是有伊的原因啦。但这文物拢见证着西南伊的辉煌的历史，因为即个当讲台湾历史上一个上界特别的遭遇啦吼，就是讲有一间庙，因为伊抗日事件被毁庙，即个信徒四散，然后到战后，即个信徒去登起庙，新民流落伫德克城市。当然我头讲一条，当时都也有讲，阮讲也有讲着。迄阵德克士是有咧奉拜，咧奉拜，我头讲伫功德堂伫后殿。因为我外公有人去拜过，所以伊有甲我讲这个代志，所以都要含印证着这个当时都伊讲迄件代志。对，我两个是拢，我两个是毋捌讲过这个代志呢。你那第一届伫电视顶上讲出来，你知影？讲出来你较知，你讲出来伊嘛较知。所以这个我因为较早就有拜，所以阮的心内就讲，市民请伫遐落咧拜，大家去拜就好嘛。我外公骑脚踏车去拜，我就一路甲我讲啊。所以即摆后来，咱当时较会无拜吼，我变做伫文物。变做文物坑里仓库，阮当然感觉毋甘嘛，所以即件个今仔日即个节目吼，甲阮的先生讲个市民来听啦，有若吼，即个大家吼会当来相证即件代志吼，来，因为这是好事，而且我相信吼，即个德克城市即个师傅吼，因后即种气度含即种北长啦吼，若有机会，咱看要安怎配合，我拢来促进即件代志。今日这个节目吼，真趣味。我无想到讲，既然我心内一直藏个代志，阮当时都也讲出来。安尼就是新棉有伫咧保庇，有咧指点呐吼，对无？所以嘛，还互恁互相讲，你们上一辈的知道的事情，怎么突然讲起来都可以谋合，对不对？都可以印证了这样子的事情呢。因为咱真正讲真呢，等于讲，你其实你们觉得说有人咧摆，就是多少放心一点但是今嘛变做文物，无人咧摆，放伫仓库，大家想到拢会感觉心酸酸是啊，我头讲过，因为就台南市的足侪间庙的内拢有即个，因为拆庙，也是讲因为发生代志，是名请去别间庙寄bud寄bud寄神。讲上界有名是安平开台天后宫啊，伊个庙嘛是因为抗日迄阵迄个甲午战争以后，乌旗军抗日，结果庙变做抗日的即个阵地，结果发生代志了，大马、二马、三马分嫁到即个角头庙，到战后要登记庙，人市民请着去登记庙起来。这个请登。这台南市上界有名当然是安平开台天后宫嘛，所以这有足侪咧。对，因为这民间的信徒吼，我讲信用是咱社会吼和谐安定上界大的力量啦。对。信用不共款的这个对象，不共款的派，这流派，但不管如何，拢是抗咱为先。对。所以我相信吼，咱台湾社会经过遮侪代志吼，都大家稳定，我相信信用是一件足大的力量啦。对，所以像郑老师讲的没错，信仰其实是很多民众心中一股就是说可以为善向上的一股很正面的一个力量当然希望讲哇，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神明也是一个很精神指标，当等来咱家的信徒好好的供奉他，大家也会觉得说哇。供奉起来，大家很安心，然后对神明可能也是很开心对不对？因为阮虽然前几档的神迹蛮多的阮前两档要出家己的这个庙祠的时阵就咧讲西南伊的祖庙伫倒位，我唔知影因为祖先向拆庙，祖先也不讲，刚知影讲这个西南日本时代作兴，地书这件抗日的事件，战后两岸去中断。所以我嘛唔捌倒去找过祖庙。对。所以呢，迄阵本来要写册时阵大家拢甚至讲，你敢是白龙眼分出来？对。无唔对，
这个西兰的当机机动，伊就是和白龙安有姻缘啦。对对对。啊，所以我就讲，咱应该吼爱来福州找看卖。叫阮的心量是讲，不管如何做袂起都唔知，我就抱着这个维持这个武陵公的信用去大陆交流。对。结果喺大陆交流呢，第一届去，第二届去，有人走出来讲啦，恁西兰的庙伫阮福州啦。哦。嘿，这伫福州伫闽侯县吴语镇。所以我咧找，啊个印证着古早的历史。对。是安那呢？咱就是讲，经常按福州来做生意的人，甲乡会派来伫啊卡街。对。哦，啊，我去看迄个古早，阮迄个庙的地理，伊头前就是港口，就是要出去做生意的水路。所以真的有印证诶。印证。所以吼，这后来阮就足欢喜吼，去甲这个古庙吼，去甲斗老热啦。啊，对。啊，所以呢，两那个两个分灵说都是对的吗？哦，对，有一个是白龙安的，然后一个是福州分灵说都对。白龙安就是因为当地家族，这是有姻缘的。对。但是吼，乡会来源，西兰是西兰。哦。啊，所以西兰，阮就找阮的祖庙。你不然迄阮三里西来安的2、3里吼，迄个来拢写共款字。哦，来吼。对，来的写法很多种诶。不是10字2个人的，是3撇。哦，3撇的这个哦。去看你啊，即款的祖庙，和阮写拢一模一样。而且吼，界定的是讲，武陵公是伫咧福州重要的信仰啊。哦，而且迄阵来福州来台湾，主要拜拢是军人啦。所以吼，阮的新民文粮食馆吼，这有若是印证了这件代志啦。因为古早福建的军粮，拢是台湾的粮食供应的。对。啊，所以呢。要有粮食馆来管粮，所以粮食馆就是官方咧拜的神庙，是福建官方咧拜的神庙。啊，福建的官方什么代表？就是武陵公福州来的官兵做代表。所以我感觉这个吼，这我嘛第一届和阮董事长安尼讲啦，拢伫电视顶头前揭秘。所以阮庙会有这个粮食馆，有伊特别的历史的渊源啦。所以这拢是印证着吼，前几当来阮。因为这个伫董事长的这个率领之下吼，阮这这个董事顾问，这个信徒，这委员吼，这罗主罗下，大家拢尽心尽力哦，为着这个武陵公的信用，而且呢，为来做这个社会教化这个典范哦，所以拢有咧努力做这代志，所以因为人有咧做，神明就有咧斗相共，所以呢，做起来拢会。顺序拢会完成啊，对，所以而且个再希望这件心灵的代志会当请得来吼，互阮会当完成这个心愿。对，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但是谁来安真的是，其实真的是香火也很鼎盛。然后我们知道说，曾董跟副董还有老师啊，其实都非常努力，希望说，我们的神尊可以迎回这个西来安。然后另外就是说，咱杂工，曾董你们也有成立一个西来安文化馆嘛？那天我们去看的时候，100年成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蔡英文要选总统，然后那个时候赖清德他是我们台南市长。哇！结果那天我看到那个照片，就过了2天，大选结果就出来了。来，你讲一下那个文化馆。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那天就觉得蛮有灵感的。好，来，我们请教一下曾董。因为这个阮西南这个民国100年这个文化馆9月初10，要这个落成呢，爱咱这个郑道聪阮这个地馆长。伊是文化馆的馆长，馆长迄天9月初10，咱这个蔡英文是咱伊代表咱这个伊这个民进党要出来选第一届总统，所以话伫含阮非常我伫庙前呢，真隆重的这个场面呢，来欢迎这个咱蔡英文。迄个蔡主席安尼，伊第一届过迄，了，第2届、第3届拢有这个当拢有当选安尼。再来，伊这个去年的3月初8呢，又若来阮西南，伊若事变，伊若政变安尼，所以这个会使讲，这个咱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圣地，咱像讲日本时代，咱这个为着这个民主呢，所以来抗日，咱这个咱蔡英文总统呢，为着咱台湾，来这个为着这个民主安尼，
所以这种的会使讲，这是拢一个对咱台湾一种这个咱的这国家的这个认同安尼佮再补充就是讲，头阮这个地院长有咧讲，这个福州祖庙这个代志呢，就是讲，因为伊这福州祖庙呢，伊以前阮2当前，阮遮包括阮这个副主委，阮遮足侪人拢有过去，去印证讲事实，阮西人就对遐来，迄站去，因遐有庙无神明，所以阮西来庵将阮当时第2代，阮有这个五灵宫，阮将阮第2代一寡这个五灵宫呢，来，我非常的隆重，我请过去，伊这个阮的祖庙，这个明后关，这个西来庵呢，当时咱的这个代理市长，伊甲咱文化局长，拢有伊拢规个拢有来阮西来庵，来先请，来这个来这个强赏，咱这个西南遐2代遐五灵宫要去福州呢，所以这个印证讲，阮西来庵对这个对这个五灵宫呢，这个是非常的，就是讲关系到咱两岸的这个文化这个交流相像，因为一般呢，咱台湾若过去大陆就是讲越做较真香，阮西南毋是，是拢以回乡，以回乡，因为伊大陆遐会使讲，这个五灵宫遐的庙宇呢，拢无神明，阮西南庵对这个五灵宫的这个非常的所以阮用阮的这个神明请过去阮的祖庙，来就是讲非常希望讲，阮当时清朝清到讲，阮元始阮的西南的庙的神尊会当讲搁再咱回归正题，就是讲咱德家善师，咱这大慈大悲这大法师会当将阮这神尊来行阮这个西南庵呢，看要安怎，阮绝对阮西南所有任何一个，大家拢会非常欢喜的心情，来配合着伊这德家善师伊的这个伊的要求安尼，希望讲会当来大家来共同来促成一个这历史性的这个美谈安尼。所以咱谈论到遮我们在咱的观众朋友，如果是咱一般的民众，可能会感觉讲，这些神尊它其实是我们台南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或文物，但是对他们这些信徒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精神的指标所以呢，今天开这样的节目，就是我们听到说，西来庵这方面希望说，竹溪禅师呢，能够让我们的这8位神尊呢，能够回到西来庵。所以我们在节目最后还是请我们3位来宾呢。强烈的意愿表达一下，也恳求说，我们竹溪禅师是不是真的大家合作促成这桩美事？好，来，我们先从郑老师。这个虽然讲是佛归佛，道归道啦，但是我相信因的宗旨拢同款，就是和谐社会嘛。伫台南市的历史中间这个过程内底，那这种神明被请你去寄bud佮请出来合庙，迄个起庙，拢是有拢有这种代志咧伫历史上留名，所以我认为这个德家善师的师父慈悲为怀会当互阮这个西来的信徒完成这个心愿。好，谢谢郑老师，然后林副导。系按诗甲这个佛安尼，甲安尼这个神明这个道按他们有讲过，拢是一个信仰，劝人向善一个足正面的这个力量对。但是因为这个诗按德家善师，伊是算都无咧拜这个神明，按这个按西来庵的神明，伫遮实在讲足侪信徒谈都安那讲过。殷切的希望啦，所以我嘛是伫遮恳求，搁再拜托呼吁，看会当促成我们历史上的一个美谈，
然后这个拢永远记载伫德克士甲安西来安。对，因为就是讲对竹溪禅师来讲，他们认为这也是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把它当作很珍贵的文物哦。然后是因为这一次台南市文化资产协会，然后帮他们规划，才会拿出来做这个特展哈，让大家了解。但是就是说副董，就是对你们，就是说你了解你们信徒来讲，他们真的是很希望说把它赢回来，对不对？来摆啊，因遐都袂当摆，袂当摆吼。本来想讲有咧摆的刷去啊吼，结果竟然发现讲，后面竟然说真的没有再拜啦吼，真的蛮可惜的。信徒也会觉得哦，这心生哎啦哈，心疼。好，所以就是说，也表达强烈的意愿哦，希望说可以赢回来。好，那最后我们请曾董。今仔日就是讲，伊这个德家先师呢，伊若讲个真正有咧拜，吼，再来就是讲印证来讲，这个可能阮这个五大帝拄好利用这个吼，伊这位德家先师。伊若无12月初6，对这个媒体来这个报道呢，就是讲阮抑个佫唔敢讲佫来甲这个所以既然恁佫无咧拜你将这个物件你佫来讲这个这文物特典这神尊，你若讲今仔阮西南佫无庙阮就就唔敢讲我就想佫伫遐也是咧拜。结果，阮这西南一讲好了，就有到即马这个也有庙，阮西南的香火也非常旺盛，包括大陆福州遐，听人讲，人台湾的西南，因拢会使讲非常的这个，对于阮这个西南的这个五陵宫非常的这个遐呢，既然这是种新言，可能是讲已经阮五大帝伊这个是。伊遐言论也够所以都伊所以这个神明都显化。去年7、8月个个信徒托梦甲12月初6媒体报道12月21因来展示阮遮庙方较有这个动作既然阮遮动作者是讲会当阮非常的虔诚非常的希望讲。咱大慈大悲出家人，这个佛祖心、慈悲心，咱来将阮这个五陵宫阮西南这古庙的这八尊神尊来向阮西南，互阮供奉，阮来拜呢，这种的非常真大的功德，阿弥陀佛。好，虽然说很多事情都是冥冥当中自有注定但是咱今仔日呢，希望讲透过节目，和咱3位贵宾到节目当中和你诚恳来表达也希望甲讲咱今8位神尊呢，也会说来安的这个意愿大家也听到说，他们对这个神尊的尊敬，然后与不舍啦然后希望说回来好好的供奉，信徒的声音也有表达出来了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和咱今日再次感谢曾正义董事长。还有林子云副董事长，还有郑道聪老师，谢谢，谢谢。好，咱启明时间这波的底价各几段了，咱再会。